你看啦，嘴巴抿得个进来，不长呀。哎，搿么你饭哪吃家？饭有个吃鸭，你在糊涂了，还得等脱现在拨你吃。吃鸭听呀！一个爷一天吃3顿的嘞。你哪能困待着呢？你也压力了，真个压力个。夫妻啊，那个慢病不危害的，你懂啦？嘴巴张开来。搿么让你要么拿个药拌辣个饭里，你自家不吃，你只有一场办法，或者包到书里向。估计你是本能的抗拒吃药。是肉个啥物事啊？牙开了海，你啥吃点？你让伊动下去点唻，等我翻讲啥脱子。吃素啊，侬牙咽下去。不易。居然也有牙，没啥，张开了让我看。来，专家侪是开。哎，这汤是你也口口的嘞。太太。拼多多上拼得来个嘛也危害个，你吃不起搿点分量，你一场食不来也难个哇！你现在搿个骨头负担了海。慢慢叫下去啊。搿来，不得讲来呢。你拿搿个胃也发胃子啊？哦，你个血压比难害啦？哎，你血压就好一点。我不正常的。一场下去，哪会得正常？我觉着一场还是弄到河里院去了。那等到屋里为啥3点拨你吃？你吃是搿边，那河里有得吃。不是搿能么？你每日天夜里起来3道，你也吃得噻？我搿日天特你搿顶外甥侬外讲的，送出去是我个男子不来。心情发哦。不是搿，我跟你讲，你主要夜里侪是个厕所问题，你去冒成人之热可能。你夜天连2个人都还困觉。这口子不来的。哪不来？你为什么弄起来会还弄的？这口子那你动也不动的呀？你搿个夜里向疏动呀，还是我的呀？你翻起弄，你夜里啥子你热里弄？不来个，差得了吞脱在呀！现在谁说讲谁读书热，读1年4年。不是搿，但是我读得来，你也带下去怎么讲脱？夜里不起来再喝，你帮你铺还是结束的，随便你去擦，搿个办法再喝，你到铺底。一场也可以。你自家眼睛一起来，一去弄里，困了个睡了书台里也不得讲。现在再喊个办法，一个就是红绿，一个就是夜里3个人来弄，那困那里边浪，红bomba当当地铺，人家侪困个呀。吃点奶粉，还吃啊？还吃？没有。哎，你奶粉带搿药不肯吃了哈，搭3人差不多噻哈。3人还弄？不对，你慢点，在辣搿个好弄里向。那我都下来海个样子了。你现在不是个，嘴巴已经没脸毛噻，搭3人。吃么是下来海个啦？营养单蛮丰富。侬声音清出来，你眼睛闭闭弄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个男子不受伊控制噻。我一道来发现个情况，侪2到2个人皮侪打出来噻。我前2天就睡着。比上趟还睡，下巴血力尖着。我屋里向一点盖个鲜皮的个。哎，倒不是有了海啊？垫了下来个。你自家用鲜皮的会啊？不是会，你带辰光梳的紧一紧，弄么再梳个。再梳脚个辰光，是不来个，弄一种物事。我帮你讲，你就是夜里晒起来，夜里晒脱，下一块。夜里你脱了下热不晒，有不新的，不新的。不，你不是男性的呀，关键是男呀。哎，弄个4块，总归多啊。哎，埃个也是一个办法，你说叫娘的擦了海。晒脱1块，拿脱1块，如果2块再晒脱是2块一来出。那么上来地里干啥个？你不脱你贴起来放在地里干啥个？上来海里的嘞。啥人说家？来里下吧，老子。那本书么呢？晒脱么就晒脱了。那个猪是那个吃法来啊，这些点跟头的，来用来。哟，不来，一喊刘元明来干。刘文，烧下去嘛，我来着，那一那擦水也太有了。你到里头点更多噶？过年这个啊。那么你带哪里身啦？我带来个槟榔啊，这腰啊，对着那边脱没可能。